咁我哋先嚟去到第一個嘅部分，我先嚟去到分解 channel 一下案主學生嘅一啲身體上面嘅反應。肚屙、感冒、發燒，左邊頭痛，每日都好眼瞓，每朝起身頭暈，頭頂痛到裂開。當中分別咧有頭痛啦，一直都好攰啦，甚至有案主係話會有頭暈嘅情況出現啦。咁我都會先將呢幾樣嘅身體嘅反應咧去到分開去到 channel。我先嚟 channel 一下大圍嘅各個人嘅呢一個頭痛嘅症狀裏邊，對應住誕生圖能量原始點嘅能量狀態係強烈嘅一種情感上面嘅焦躁負荷繃緊。呢一啲嘅情感上面嘅焦躁負荷繃緊係由於整個嘅生命裏邊一直都冇辦法被接受，一直強烈咁被否定有關。而因為喺整個嘅大腦裏邊嘅呢一個神經系統啦、自律神經系統啦、神經傳導系統啦，一直咁接收呢一種被否定啦、唔能夠被接受、被連結、被信任、認同與肯定嘅滋養裏邊，而讓到整個嘅情感感知一直處於係一份強烈嘅負荷、焦躁、繃緊、不安、糾結，一直唔能夠信任、放鬆、連結嘅呢一份情感感知嘅傳導當中。第二個嘅身體部分，當中有案主學員會一直都感覺自己好攰，無論點樣休息都仲係好疲累、好攰嘅呢一個身體嘅反應裏邊，對應住嘅誕生圖能量原始點嘅能量狀態係整個嘅生命情感一直處於係一份強烈嘅負荷糾結，呢一份嘅負荷糾結裏邊包含住嘅就係必須要好用力咁樣要完成呢樣啦，完成嗰樣啦，做好呢樣啦，做好嗰樣啦，做夠呢樣啦，做有呢樣，一直咁樣要去好用力咁證明，好用力咁做，好用力咁做好，先至能夠被看見、被關注、被接受、被連結嘅呢一份情感嘅負荷糾結失調嘅裏邊，去到第三個嘅身體反應，當中會有頭暈嘅情況出現。呢一個嘅頭暈嘅身體反應對應住案主或者學員裏邊誕生圖能量原始點嘅能量狀態係一直強烈咁冇辦法被接受，冇辦法被連結、被滋養、認同與肯定嘅呢一份情感嘅傳導裏邊，而讓到整個嘅生命對於自己嘅嗰份價值、力量、存在、立足，一直都感知唔上、連結唔到，一直都係好空白嘅。我有啲咩價值呢？我有啲咩力量呢？我有啲咩立足嘅位置呢？我一直都感知唔到、連結唔上嘅呢一份負荷糾結、失調嘅空白與無力嘅傳導裏邊。現在會較為細微一啲，我哋會去到 channel 當中比較多喺有左邊頭嘅呢一個頭痛嘅裏邊，對應住嘅係誕生圖能量原始點嘅能量狀態係呢個係由於整個嘅生命嘅情感感知一直強烈咁被母親去到否定，尤其得唔到母親嘅滋養、關注、連結、肯定與認同嘅呢一份情感嘅負荷失調、創傷嘅情感傳導當中，去到頭頂嘅呢一個頭痛嘅症狀反應，對應住嘅係誕生圖能量原始點嘅能量狀態係一直感知唔到自己嘅生命點樣可以好，點樣可以得，點樣可以夠，
點樣可以和諧、平衡、放鬆、連結嘅狀態，而讓到整個嘅情感啦、生命嘅狀態一直都處於係一種嘅負荷、匱乏、不足、糾結、唔夠、唔好、唔得嘅呢一份情感嘅失調當中。